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上帝荣耀恢复的时刻。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记上5到8章，有4章我们可以速读。先来看今天的金句。后来撒母耳在米斯巴和善之间立了一块石头，说上主一直帮助了我们，于是叫这石头做以便以谢，意思是帮助之石。撒母耳记上7章12节，上帝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这一句话是出自在以利的亲人当中菲尼哈的妻子的口中。他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人，他在属灵上的洞见比以利以及以利的2个儿子都要来的能够看见。以利那2个儿子只会利用约柜，而老以利只关心约柜被抢走了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女子她深深觉得这是上帝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了。这个女子不简单她听到丈夫死了，连她的公公也死了，她痛不痛苦？当然痛苦。她也经历那个生产过程的痛苦不痛苦？生过孩子都知道痛苦。但是有一样事情在她的生命当中是可以说锥心之痛，这是生了一个儿子的喜乐都不能够挪去的痛苦。她临死之前给她的儿子起名叫以迦伯。以迦伯是什么意思呢？以迦伯原文的意思是没有荣耀了，或者是说荣耀到哪里去了？荣耀离开了以色列，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事情。因为过去如果有上帝的同在，不管他们如何软弱，上帝就帮助他们打胜仗。但是我们透过这个女子，其实她也不是很清楚，她认为因为约柜被拿走了，被抢走了，所以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。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因为耶和华本身的荣耀离开了以色列百姓，才会失去约柜的。这个道理很重要我们常常看见人在外面的行为上在外在的行为犯罪，我们很少懂得，那不过是在说明在他内心里面，神的荣耀已经先离开了，上帝不在了。当我们里面已经失去了爱神、敬畏上帝的心，那我们外面才会失去了这些代表上帝荣耀的标记。上帝的约柜被掳走了，以色列的百姓不想做什么事来挽回，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能力。但是我们看见上帝的百姓虽然没有任何的行动，没有任何的作为，但是上帝却要成就大事，为了他自己的荣耀，他出手了。在他奇妙的恩典里面，他要做许许多多的人不能做的事，以使他的百姓能够有机会来回转，看见这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。当上帝一出手，这是何等奇妙的事，就会改变当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战况。非利士人掳去了代表耶和华同在的约柜，这是一个象征为什么要把约柜摆在
他们的大衮庙里呢？因为他们掳走了约柜之后，他们就把约柜来放在他们的大衮庙。其实圣经学者有2种不同的观点。有一派的学者认为，对非利士人而言，约柜所代表的是耶和华是一个曾经让他们非常惧怕的神明。如果你去看第4章撒母耳记上第4章7到8节，你就会明白。如今他们的大衮神明把这个神明打败了，所以他们当然就把这个战败的神明带到使他们得胜的大衮庙里去。一方面就是向大衮这位神献上他们的感恩，当作大衮的俘虏与夸耀，就是好像战利品这样。另外一方面也是这样，依照当时候的传统，向以色列百姓示威，告诉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信的那个上帝是没有用的，被我们打败了，说什么全能。现在你看，被我们掳来了约柜啊，摆在我们的神庙里面。大概的意思和撒母耳记上31章的故事是一样的。当非利士人在杀了扫罗王以后，就把扫罗的军装武器都放在亚斯他路的庙里面。其实另外还有一些的圣经学者认为，非利士人把战败的神放在他们的大衮庙里，这是当时非利士这个社会里很流行的一种迷信。如果我把你的国家打败了，把你的神明打败了，就把你们的神明请到我们大衮的庙里来，这样把你们的神明收编过来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你他国的神明就得跟大衮合作，和大衮一起来保佑他们的国家，来帮助他们在将来的战争中可以打胜仗。但是非利士人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耶和华上帝是全能的、无所不能的，谁都没有办法抵挡他。不但是向上帝示威这个大衮神像断手断头，并且上帝重重来惩罚亚斯图和四周围地区的人民，就是这些非利士人，他们面临了恐怖的疫情身上都长了毒疮。约柜在非利士这个境内7个月后，非利士人就召集这些神职人员来询问如何赶快把这个约柜送回去。他们的神职人员就回答，必须要送礼物，然后建议用未曾负担这个恶的有乳，就是在乳养小牛的这个母牛来拉车。这个验证这个灾难是不是跟约柜有关。所以在非利士人的领袖他们的见证下，约柜放在牛车用母牛来拖，因为他会顾虑他的小牛他的儿子或他所生的。但是我们看到母牛，它就一直往伯示麦的路上去不偏不倚，不会说因为听到小牛在叫所以就回转。它是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默默的叫。车子来到了伯示麦，就是约书亚的田里，停在一块大石头旁边。这些居民就把车劈了，把牛杀了，当作烧化祭来献给上帝。此时我们看到撒母耳向百姓来说话，他说出20年上帝的荣耀离开，以色列人不能够归向神的原因，那是什么事呢？
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：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，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，专心来归向耶和华，单单侍奉他，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够完全的归向神？因为他们还有偶像，他们还在拜偶像，他们仍然觉得可以脚踏两条船，所以他们并没有完全的归向耶和华上帝。他们带着偶像来寻求耶和华上帝，这样怎么能看见神的同在呢？这样怎么能够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呢？现在撒母耳指出他们的问题来，上帝的确在你们中间做了许多的工作，很厉害的工，但是你们的眼睛就好像台语讲给喇叭勾掉，心里闭塞，听不见也看不见，原因是偶像把你们的眼睛蒙蔽了，把你们的心塞住了。所以你们要归向上帝，你们必须要把你们当中的偶像除掉。当再一次面对非利士人的攻击的时候，他们回转向神，在撒母耳献祭及他的祷告之下，哇！以色列他们感受到上帝的同在，上帝在他们当中帮助他们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场战役就击溃了非利士人。后来撒母耳就在米斯巴和散之间立了一块石头，说上主其实一直在帮助我们，所以叫这个石头在那个地方叫以便以谢，意思就是说上帝帮助我们的石头。我们来默想撒母耳在这一次与非利士人的战役当中，感受到如今耶和华上帝都帮助我们呢，并且立时为记。弟兄姐妹，你曾经有过同样的感受与做法吗？检视一下你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好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全能的真神，你是无所不能，所以当我们全心来信靠你的时候，你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过去可能像以色列百姓悖逆的心，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渴慕寻求你的心，专一来寻求你，使你的荣耀的同在不离开我们。我们这样的渴求啊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享受有神的平安跟神的同在，神所赐给你平安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